啥吼？好个啥？应该这个做的，我讲伊啊，就像做饭团，不碍事。因为那种人，还给我们猜嘞，来毛条哦。你也应该给比数，因为慢点走，慢点就会走。皆さん，我希望大家做同系强下，做出本人感同的跳游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做跳游有乜嘅困難嘅？我用七條手做會做。既然做唔得強下，做哪個本來就是冇走。我想到啊，晚上就安尼唔肯走啊。4月25暗晡頭8點，中演。